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左旋門浴場，可以享用呢度唔同嘅設施，認識身邊嘅人，同埋尋找最真實嘅自己。嚟到呢度，你可以幻想自己可以沐浴，選取你喜愛嘅番梘，同埋同唔同嘅陌生人交流。呢度有全手工做嘅心形陶瓷浴池，世界各地搜羅唔同顏色形狀嘅番梘陶瓷，左旋蝸牛嘅壁燈，有如沐浴般嘅煙霧效果。希望大家嚟呢度可以享受呢度所有嘅一切。其實成個空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，然後用唔同嘅方法去表達啦。譬如呢個心形嘅浴池啦，就好去親自度身訂造嘅。咁然後唔同嘅番梘啦，因為番梘我覺得好似喺呢個世代已經比較少去使用。我覺得佢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咯，因為佢嘅形狀已經本身係有喺度，但係點樣用到改變或者到冇晒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記錄。然後係咯，有好多左旋嘅標誌性嘅嘢啦，即係貫徹呢個左旋門嘅主題，就係所有都係左邊去旋轉嘅一個方向。咁都係講緊呢隻蝸牛 Jeremy 嘅故事同埋背景。咁唔同嘅色彩啦，今次嘅顏色就用咗好多元化啦，唔係再係主要係用藍色啦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主題可以用好多顏色去表達嘅，特別係紅色啊、粉紅色呢啲唔同好鮮豔嘅顏色去講呢個故事。